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券做公益，大家第2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来看咱拜六分享的二综艺。伊即版是加码的二综艺。07减3 04加12 19，顺利开出19个，恭喜有摕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礼拜，提早分享几套版路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是加码的二综艺。咱对4月初10开始，2期即届，即2，固定2期即届。第一期14加20 34加21 35 34 35下一期开35个。09加20 29加21 30 29 30下一期开30个。02加20 22加21 23 22 23下一期开22个。03加20 23加21 24 23 24下一期开24个。14加20 34加21 35 34 35下一期，这就是4月21拜一要用的34 35二综艺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是拖白二综艺。咱对于12月12日开始，29个下2期，即2拖07个，07个下2期，01 03二综艺，即2开03个。12月25 29个下2期，即2拖07个。07个下2期，即2开03个。1月16 29个下2期，即2拖07个。07个下2期，即2开01个。4月初2 29个下2期，即2拖07个。07个下2期，即2开01个。4月16 29个下2期，即2拖07个。07个下2期，即2
这就是4月21拜一要用的01、03何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嘛是学中医，咱对于1月16开始，23的第3期，顶2期即2，第3期的尾数1尾加2 3尾，用0313，23的第3期即2 3，开03的。1月22，23的第3期，顶2期即2，第3期的尾数9尾加2 1尾，用0111，23的第3期即2 3，开01的。1月28，23的第3期，顶2期即2，第3期的尾数9尾加2 1尾，用0111，23的第3期即2 3，开01的。2月7日，23的第3期，顶2期即2，第3期的尾数4尾加2 6尾，用0616，23的第3期即2 3，开16的。4月3，23的第3期，顶2期即2，第3期的尾数7尾加2 9尾，用0919，23的第3期即2 3，开19的。4月17，23的第3期，顶2期即2，第3期的尾数6尾加2 8尾，用0818，23的第3期即2 3，这就是4月21拜一要用的0818，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是孤期，咱对3月7、8开始，23的无定位，下3期固定减4，即2 3，咱为27开始，27减4 23。23的第3期即2 3，23去读到班头，23减4 19，23的第3期即2 3 19。19减4 15，23的第3期即2 3。
这就是4月21拜一要用的音乐。5支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互各位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去看煞，爱甲大吉大利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。再会。